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伫个面册抛文，讲伊收到一张恐吓批，对方威胁要甲伊的太太甲查囝来动手，而且佫附这个相片，恐吓讲要互伊的查囝变做第二个小灯泡，爱沈碧荣提出着证单。沈碧荣讲，针对这张死亡的威胁，伊已经报警。是咪？哦，听到要吃的就进来吼。伫咧直播内底看到沈碧荣的查囝画面真古锥，那即马沈碧荣率经费立委身份，加上最近投入花莲罢免保军旗兵团运作，昨暝收到恐吓的批，讲要互伊的查囝变做是第二位小灯泡，佮讲要对金某不利。批内底嘛爱沈碧荣是立委提出证单，若无就要对金倒位人动手，佮甲翁仔某的相片加上死亡威胁。附这个我老婆的照片上面写一个死。如果我不辞去立委的话呢，我的女儿就会变成下一个小灯泡。我会用那么低劣的手法然后呢去威胁到家人这个通常是共产党的行为，跟踪啊、骚扰啊、威胁啊，但都是针对我本人。但针对家人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一封批标题真甲人吓惊，讲要对沈碧荣的查囝动手，影响处理的人，互沈碧荣真感慨。敢若因为徛出来讲国会真相，支持罢免，阻止美国，都受到这款的威胁。宣传跟这个罢免有关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经常性的遇到各式各样的骚扰跟攻击。罢免这件事情呢，尤其是蓝营还有这个民众党一直在说什么这是仇恨动员，但殊不知一直在制造仇恨的就是他们。沈碧荣烦恼处理的人受到影响，即摆已经去警察局报案，希望当赶紧抓到秘伫咧幕后的总警前。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